3月14日的南台湾大体通，本地阵容嘅高雄人，嗰度乡镇内务嘅路方里方表，嗰位班长人日大家怕路常常停兵黑的，唔过南浦还有位乡亲都见面到几年呢，路行贵时呢路嘅因准咯，睇下从高雄人人工8年罕见嘅体通当中。 政府单位係用哪個角色，向下來關心體通過後更加在起後續嘅情形。一陣睇體通過後，超過8年嘅民農老貨房，重複當個立下起一啲太強，一套一套嘅日光，從別喺啲瓦片上寫下來。一片原本係70歲相同嘅阿婆煮飯嘅做下尾，更加快做安尼。 為點用個三人好？前面咯，古來一下嘅一烏槍槍，啊，古來一來烏啊動用，好，看得到心肝咯，看得到心肝咯，查這位哦，看得到一來來哦。唔單止用內轉氣嘅貨房冇運動。 就連用鐵筋的氣嘅流木嘛出現危機，比如睇三拿鄉一米村的一戶厝家，從木嘅地背到腦背，內路看得到比大又沉又長的台風，而記錄嘅睇體通嘅時間，木嘅係被差得因為太熱，木嘅別做安尼，一家人行起來冇到門檻入到地背黑，將權80歲嘅三拿鄉民連用菜。 睇下擺體通，唔單止係幫到背囊，更加馬槍做得先出，喺度睇邊幾道東西嘅倉庫行，而簡單搭一張面床，就係為到愛拼命。體通過我都說啲啊，都多件有個別得多，同啊企唔係咩，企咩都得排有個件，空通啊通，我面嚟一通，有個都通。 體通過後，就有專家推測，還係要注意疫症的可能性。但是體通會發生麼？居民無法度抵得。推斷安尼，睇體通後無計快槍槍的人家，一定共同的信仰只有一對。有誤嚟啊，麻煩啊！重新拆起回來做過誒，冇做過冇辦法吧？啊，那個頭擺個8個人呢冇。 一下位，有迄個又無來好迄，重新做個新嘅冇錢啊！啊，你冇公平啊，係咪？因為公平啊。那有公平咯，農家也支持到。哎，那邊說個不，你那幾啊？你等個排那搞不衰呢？那搞不衰有冇補嘅咯？哎。我們的補助是叫安遷救助哈，那安遷救助顧名思義，它事實上是針對這個搬遷的期間，也就是房屋因為地震的關係毀損已經到達這個不能居住的程度，那這時候可能因為暫時的遷居的這段期間的可能日用品、生活費或者一些未住性質的補助金哈，那它的補助的額度是以一個人2萬塊，那最高5個人，這樣補助10萬。 那另外再加上這個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是1個人1萬，那最高也是補助5個人。目前高雄人的在起有幾道出價，貼頓紅色同黃色的字，紅色代表日間屋嘅結構改門檻，喺他地背人必須要馬上搬走；黃色代表無限他門檻，但是還係要注意，出自一擺體通後修嘅高雄人政府對頓住宅戶可以做位。 就會貼上用紅色同黃色來做門檻分級嘅標條，不過有一條標條，三枚代表可以得到救助。政府大概會比較幫忙照顧的，其實應該是在重大災害哈，例如像921，例如像去年的莫拉克風災，它其實都是有特別條例來規範相關的救助的事項，所以。 這次的地震，因為它其實沒有達到非常重大的一個程度哈，所以相對的就沒有特別的條例來規範，也沒有相關的經費來匡列這樣的協助的事項。1999年的9.1日大體通後，行政院頒布嘅賑災重建條例，不計全部烏黑地可以拿到20萬的救助金，烏一般的可以拿到10萬元。也睇去年制定的莫拉克特別條例，不計係全部烏黑的人。還可以自家家庭，係咪要喺度睇住客屋地區？
不过高雄县政府清楚地表示，一切将做得照法令来行。假使无特别的条款，甲县铁同协会灾民就唔会得到任何的救助。灾民喺铁同协会任何风险，都会自家来承担。安尼公平性，方面间调业在后协助嘅单位，该无认同。台湾有经历过9.2地震，台湾嘛经历过几多风灾，有几多政策的资源，有几多善款，有几多救难的法令，所以今喺提供有一个情形，要规去再请一种的资源。921捐款捐很多，那接下来没有民间的捐款，88水灾的捐款，这个又是88水灾专款啊。我问过是不是可以方便挪用我们社会处认为这是88水灾捐款，好，88水灾捐款我们还有剩余，啊，但是这个未来3年要使用。高雄县政府有钱啥事唔得，灾民都带涵盖购买业。从9.2铁同到无拉克的风灾，台湾一败又一败，证明了天然灾害危害的长度。对民众来讲，政府的经验唔单止係要做好防災措施，對災後更加需要制定出一套完善的應變流程。希望睇部嘅必氣以後，唔好會再疊上更多種嘅風彈同光彈，安尼將會幫災民對公部門越來越唔信任。客家新聞陳粉枝公用報道。